安息日，耶稣伫一个会堂伫教示人，拄当有一个妇人人患着邪神，治病18年久，稳久拢袂春得。耶稣看见，就叫伊讲：“妇人人啊，当你脱离你的病啦！”就用双手甲伊换，伊及时春得，就归荣光上帝。管会堂的，因为耶稣伫安息日医病，就受气，对众人应讲：有6日应该着做工，迄6日间通来受医，安息日毋通。若是主应伊讲：过好的人啊，伫安息日减逐人对槽里偷伊的牛，也是驴，牵去食水吗？这个妇人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互撒旦绑伊已经18年久，欠毋应该伫安息的日偷伊的干吗？耶稣讲安尼，遐个对敌拢见笑，众人因为伊所行的一切荣光的事，拢总欢喜。请陈美玲牧师讲道，题目是一个实在的故事。冬天的暗暝，天色特别的暗甲寒。有一个妇女徛伫路边的角落，伊穿一领薄薄的衫，面予冷风吹甲白搁红。伊啥物拢无，伊唯一的愿望就是迄个寄伫人的厝里托人饲的查某囝。方婷，伊捌是一个真美丽的少女，伊有过爱情，嘛有过梦想。但是伫怀孕了后，伊的情人放杀伊，社会也配烂伊。当伊选择勇敢将囡仔生落来，较互人发现伊有一个毋是婚姻关系生出来的查某囝了后，伊就互工厂开除。为着要应付即个贪恋的寄养的家庭，方婷伫绝望中只好挽喙齿，加头毛去卖，最后也沦落做妓女。徛伫街路无物件食，伊昏倒伫寒的街路。迄时，迄个城市的市长听讲伊的遭遇，佮知影即个妇女是互伊开的工厂开除，就怜悯伊，吩咐人将伊送去病院。这位人称伊做马德莲市长的，原本是一个真富有的工厂老板，后来成做蒙特勒伊的市长。但是人毋知影的是，伊有一段真黑暗的过去。伫几十年前，伊叫做尚万强，为着要替无物件通食的姐姐偷摕一袋的面包，互判刑19年。出监了后，世界互拒绝，甚至连一个过面的所在也无。直到伊去弄一个主教的门，这真慈祥的主教收留伊，互伊食面甲眠床。但是这时的尚万强已经对人生、对社会非常的不满，所以伊半暝起来，将主教的运气偷摕走。清早当警察将伊抓到主教的面前，无想到这个主教竟然讲：“无，这毋是伊摕走的，是我送伊的。来囡仔，阁有哦，这对银做的蜡烛台，你莫袂记你摕走哦。”警察离开了后，尚万强非常的戆影，主教竟然赦免伊这个贼仔。主教将银做的蜡烛台放伫伊的手，对伊讲：“我已经用这个银器赎回你的灵魂，你无阁属伫是邪恶，你是属伫光明，属伫上帝。囡仔毋通辜负这个恩典。”对迄时开始，尚万强原本放落的世界，搁一摆得到重建。伊体会到什么叫做赦免，嘛体会到什么叫做顶头生。6年过去啊，尚万强化名叫做马德莲。伊是一个真好的市长，尽力帮助弱者。伊嘛收留方婷的查某囝科赛特。用行动
来回应主教的问点。伫法庭特别过审进前，宋万强坐伫个眠床边，甲伊保证：我会照顾你的查某囝，亲像我家己的囡仔共款。法庭的目屎随时连落来，伊的灵魂嘛得到安息。这是19世纪法国的作家雨果伫1862年所发表的一篇真长的小说《悲惨世界》，描写的是19世纪法国人的生活。伫伊小说的内面，法庭就是迄个互制度压倒的人。当伊失去倚靠，社会不但无伸出双手，反倒是攻击伊。警察看伊是惹代志的人，边仔的人嘛踢笑伊。上万强，一个敢若想要互家己厝内的人食饱的囡仔，却因为一块面包，互判刑19年。出监了后，嘛因为这个罪犯的记号，世界互人拒绝。虽然伊想要悔改，但是社会毋愿意互伊机会，直到伊拄着这位主教。这两个灵魂拢是互社会制度定罪、拒绝、糟蹋的人。但是，当真正的稳定临到，因得到讨棒，得到顶头生。这甲今仔日经文中间这个温故的负人人非常的共款。这位负人人无做毋着代志，伊破病18年啊。但是当时的人对病是有误解的。所以，咱会当想象，每一届伊出现伫会堂，就是爱不断地承受凌辱甲轻视。人看袂见伊，嘛袂愿伊请安，甚至无想要记伊的名，敢若称呼伊是啥物？患着邪神，治病18年久，温故拢未存德，会安尼一个负人人，温故。甲翘骨无共款，温故是温甲搁较严重的相同的弯翘，是骨到胸坎甲骹底要贴做伙的安尼一个温故。所以咱当想象，这个妇女18年以来，伊的目睭无法度看到头前，无法度看到天，无法度看见别人，伊看的就是路面，是人裹着落寡门的骹。伫遐行来行去，安尼一个妇女，制度甲传统袂去问伊的故事，人一看到伊，敢若会甲伊打一个标签，叫做“你无价值”。但是主耶稣毋是安尼咧看待伊。经文一开始甲咱讲，当安息日，耶稣去到会堂教示人，一个真简单的描写。较要为着特别发生的新约，备办一个真强烈对比的场合。因为会堂代表的是律法、特殊，但是一个妇人人，佫是一个身躯有病痛，互看做是无清气的人。这个人绝对袂符合犹太会堂教条的规矩。但是今仔日伫遮新约出现啊！稳定要拍破律法的外壳，律法无法度搁限制上帝的救恩。伫遐尔简单的描写下面，较稳重一个细节，就是路加甲耶稣因两个人对妇女的温故有无共款的描写。路加是一个医生，所以用病的形态来描写这个温故未迄存德的妇女，但是耶稣较讲这个妇女是因为犯着邪神。这对咱了后16节会当看出，这个16节有讲耶稣伫遐讲话讲，这个妇人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互撒旦绑伊已经18年久，所以咱对遮会当看见，这个妇女是因为犯着邪神。所以耶稣的话是一个暗示，就是邪神确实有可能会造成人病痛、肉体的病痛。但是嘛，请咱爱注意，
咱袂当亲像有一寡的教派，认为讲若兄弟姊妹基督徒破病，袂当去找医生，上好爱来找牧师来赶鬼，病才会好起来。咱对今仔日即段经文会当知，毋是所有的病拢是对邪神来攻击，但是耶稣有属灵的眼光，所以伊看会出来。所以咱袂当用信仰来做理由，阻挡人去看医生。另外，有当时啊，咱嘛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就是咱会将破病看作是即个人一定做毋对代志，得罪上帝。但是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找无任何所在描写即个妇女是因为伊做毋对代志，才来得到安尼的病。所以罪嘛，毋是伊得病的原因。所以对这个理由，咱会当知，伫耶稣的眼中，即个妇女是互撒旦攻击的，伊是诬告的受害者。所以耶稣怜悯伊。但是嘛，一点非常特别的，就是伫这段经文的中间，咱找无伊伫中间出现一个真重要的条件，就是信心。咱伫真侪经文看到，当耶稣医治人，拢是病人伊本身，也是伊四周围的人的信心，所以即个人的病得到医好。但是即个妇女伊无开喙来求医治呢，咱知伊可能真认命，因为18年以来伊就是安尼。但是伊来到会堂敬拜上帝，这互咱看出伊对信仰是非常的坚持甲刻薄。伊每一摆当伊来到会堂，都爱承受非常大的压力。人会看，人会讲，你看，伊一定是做毋对代志，得罪上帝。哎哟，咱毋通挖群伊哦，伊是无清气的人。一个长期互看轻、互忽略的安尼人，伫安尼情形下面，伊竟然会当维持对上帝敬虔，这非常的无简单。伫遐尔绝望、遐尔无奈的安尼情形下面，耶稣伫围困人群中间看见伊。这个看见，毋是凊彩看，随便看见的迄个看见。这个看见的原文是注意。这个稳固甲非常严重，头压甲头骹头乌的一个妇人人，耶稣竟然会注意到伊。耶稣出声叫伊：“妇人人啊，当你脱离你的病啦！”恩典临到伊。这个稳固袂纯洁的妇女，伫耶稣的注意，伫耶稣的呼召的内面，伊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。伊毋但会当阁挺身，好好啊看即个世界，伊无阁需要弯曲伊的身躯，用扭曲的迄个姿势去看别人，并且伊嘛会当甲四周围的人平起平坐，有尊严的生活。耶稣看见伊，耶稣注意伊，即句话互我真大的一个感触。因为伫咱人的世界，通常咱会去注意的，是一寡伫某一方面有成就的人。哇，你足会晓读册，哦，你的事业哪遐尔成功？但是咱较看袂起某一寡伫内心也是外在有稳固的人。伫7月底，咱的教会邀请东海大学王正文教授甲郑阳恩牧师的讲座，题目是世俗化世界中的教会发展。这个王教授有讲，伫19世纪的台湾教会，大部分对传统民间宗教改信到基督信仰的人，因大部分拢是社会较阶层较低的人，也是经济能力较低的人。为什么这个人无想要伫礼拜日伫遐做工趁钱，反倒因是来到教会做礼拜服侍，并且渐渐伫教会定居呢？咱敢有想过安尼的问题？咱
咱现代真侪人，因礼拜因为服务业的关系，所以因嘛爱去做工课。但是为什么当时无即个劳工的制度保护的时，为什么遮个人无想要伫礼拜日去做工来趁钱咧？为什么？因为因接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因嘛体会着教会兄弟姊妹的关心，所以伫恩典的内面，耶稣找着即群人，回复因。虽然伫外面的世界看因是无价值的人，但是伫救恩的内面，耶稣互因找着上帝囝儿真宝贵的身份。但是现代教会敢嘛是安尼？咱坐伫遮吹真凉的冷气，听真水的诗歌，但是咱敢甲耶稣共款，有注意着稳固的人无？遮个人互社会排斥，因带着真大的伤痕来到教会，因渴慕上帝的话，因望有人会当关心，会当甲因分享信仰。但是咱提供互因的，敢是遮个？也是咱敢若会当提供好耍的代志，郊游自餐，也是讲一寡543咧。咱的教会、咱的团契、咱的小组，敢有互人有安尼的环境？咱敢有互人找到家己是上帝囝儿身份的安尼一个环境？有时耶稣主动呼召人，但是咱较干那顾家己的享受，将人杀出这个恩典的大门。所以咱看见伫这个安息日。即个妇女的生活甲伊的性命已经无共款啦，伊会当好好啊徛起来看即个世界，所以毋但伊家己足欢喜的，四周围的人嘛应该足欢喜的吧？但是竟然有人生气，即个生气的人是管会堂的人，管会堂的毋是管理员哦，毋是开门关门、开冷气关冷气的即种人哦。管会堂的，伊是管理会堂敬拜礼仪，亲像伊决定讲，上伫即个安息日爱读圣经，爱读律法册，也是先知册的多一卷册。另外，伊嘛爱带会众伫遐祈祷，伊伫平常嘛爱维护整理规个会堂。安尼一个人物，伫经文中间有一个搁较大的意义。就是伫讲遐个宗教的领袖，所以即个管会堂的会生气，毋是伊一个人伫遐来消解伊的情绪那定。伫遮意思搁较是讲，遮上理解上帝律法、专务上帝律法的一群人，既然会重视律法的字句，过头伫一个人的痛苦，因宁可互即个妇人人。加受艰苦一天，哎呀，等安息日结束，才来治病嘛。因嘛毋愿意互即件美丽的代志来破坏因所强调的宗教特殊。所以，即个管会堂的，因毋是不满耶稣医治的困难，伊无欢喜的是耶稣竟然伫安息日来医病。所以，即个人伊嘛真专业。伊讲出听起来真有道理，伊反对的理由。有6日应该着做工，迄6日通来伊受医，安息日毋通。咱看会出来，伊即句话的前半段是对10条界第4条出来。第4条是啥？着纪念安息日，守做圣日。咱知做一个犹太人非常的辛苦。因有太侪规矩爱遵守，毋是10条界那尔。因嘛对10条界发展出来的图拉，以及甲图拉制定出来，搁较侪的禁忌爱去遵守。10条界只有10条，但是图拉有613条。这613条的规矩，包含所有因的生活的层面的规矩。另外，除了这。因嘛搁较侪的禁忌甲风俗，亲像咱知影犹太人的安息日禁止做工，所以伫迄天
做妈妈的嘛袂当开火来煮物件食。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对拜五的下昏到伫拜六的下昏，所以一个做妈妈的，伊爱伫拜五的下昏的进前，将因规工的物件准备好势。咱嘛无想讲安尼，咱去外面食，也是叫 Uber， 因为犹太人伫安息日无开店。毋若安尼，伫安息日会当行偌济的路，手会当行偌悬，嘛拢有伊的限制。为什么犹太人爱安尼遵守这规矩呢？因为因认为只有好好啊遵守这律法甲规矩，因就会当有快乐、尊严甲自信的生活。所以，伫咱无法度想象的讲安息日治病的安尼的问题，咱若伫礼拜日咱破病，咱会紧去找医生去急诊。但是犹太人对这种问题，因是非常非常歹接受，因认为是犯着律法。因的规矩是讲，除非一个人是病到得要死，若无绝对袂当伫安息日来治病。所以，这个妇女敢有病到得要死？无嘛，无要紧啊！安息日结束，伊才来医病就好啊。为什么耶稣你要伫安息日即天来医伊的病呢？因为耶稣甲这个宗教领袖无共款，耶稣伊尊重律法。但是无互律法来捆绑，伊看重人的价值，毋愿人继续受苦。所以耶稣挑战因讲假好的人啊，这个假好的人是生气的口气哦，责备这宗教领袖，恁假好，恁表面看起来对这律法非常的热心，实际上恁较无将律法的精神当作是一回事啊。耶稣继续引用这个犹太教条伫安息日救命的条例来说明。耶稣讲，伫安息日，恁减无逐人对泽里偷伊的牛，也是驴牵去啉水吗？减讲恁饲的牛甲驴，伫安息日毋免啉水吗？毋是啊，伫安息日，恁嘛爱偷因的锁，牵伊去啉水吧。安尼，这嘛是伫做工啊。另外，伫马太福音12章，耶稣嘛伫某一个安息日去到会堂，拄着一个手高大的一个人。这个宗教领袖想要陷害耶稣，挑故意问伊讲：“哎，安息日治病敢有合法的？”耶稣应因讲：“恁中间什么人有一只牛，有一只羊，若伫安息日跋落去？”无甲伊掠起来吗？何况人比羊加甲偌贵气啊！所以安息日行好事是通。伫安息日，你的羊若跋伫坑里，你敢有可能讲：哎呀，等安息日结束，我才来救伊？无可能嘛！一直随时甲伊救起来。所以耶稣引用犹太人即个救命的条例来反驳这个宗教领袖。耶稣用安尼的律法来教示因，即个妇人人，伊嘛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互撒旦捆绑伊18年久，敢无应该伫安息日来偷伊的干吗？恁遮遐尔关心恁所饲的动物的人，恁拢会偷伊的锁，牵因去啉水。恁的牛、恁的羊跋伫坑里，恁嘛会紧甲伊牵起来。何况即个妇女？伊甲恁共款，嘛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伊的性命敢无比恁所饲的这动物搁较贵气吗？耶稣伫遮毋若为着这位妇女来辩解，并且嘛，互伊的听众重新来思考安息日的意义，就是安息日毋是互冷淡，毋是互制度捆绑的日子，安息日应该是一个讨放恢复的日子。耶稣看重人的价值超越一切，所以这位妇女毋是紧急到需要伫迄天来得到医治，但是耶稣来到世间，伊传的福音就是毋甘互魔鬼控制的灵魂，加受一天的痛苦。所以耶稣毋管什么日子，只要伊看见，伊就掠掉迄个时机。
另外，咱嘛看见耶稣一再强调，安息日为着人来设立，毋是人为着安息日。所以，人主也是安息日的主。安息日本来就是上帝设立，为着要互人得到安息的日子。但是，伫安尼日子，较互一个病人也受着病痛的捆绑，这敢毋是太过无道理啊吗？所以，耶稣伫安息日医治教导，互咱知，咱袂当干那表面遵守安息日的规矩。但是内心较无顺探安息日的精神，所以咱会当讲，这毋那是一场真单纯的医治。耶稣所做，也伫颠覆当时的宗教传统观念。第一，耶稣主动呼召这位家己无呼救的妇人人，这互咱看见，恩典是主动临到受压制的人。过来，耶稣来毋是要废除律法。虽然宗教制度有时是处罚、禁止，互人看做真严肃、捆绑的功能，但是律法嘛有规正、引出的功能。耶稣不断强调，伊来毋是要废除律法，伊是要互律法恢复上帝设立律法原本的意思，就是尊重、保护、讨放的意思。较毋是互人扭曲到变做重大一个意思，毋是变做重大一种形式，最后互人诚做敢若是一个锁链捆绑伫你的身躯共款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感谢耶稣的恩典，互咱毋免受到律法过头的捆绑。但是咱伫日常的敬拜生活中间，咱敢嘛听见天国恩典的声？什么叫做天国恩典的声？就是照上帝旨意行出生活的见证。咱已经是互耶稣伫十字架顶的救恩讨放的人，但是咱敢真正看咱家己是上帝的囝儿，较毋是魔鬼的奴才啊咧？魔鬼的奴才是甚物？就是毋愿意离开罪，毋愿意离开自我。继续屈伫绝望的深坑的中间的人，所以咱看见，这就是天国的价值，天国的快乐。天国毋是讲咱死了后咱要去的一个所在，天国是赢过世界的价值，超越所有的关系。所以当耶稣用双手换伫这个妇人人，伊就马上挺身。真正耶稣有讲，这个妇人人的稳固，是因为撒旦的捆绑，但是即时伊得到医治，互咱看出，这证明耶稣的快乐赢过撒旦的快乐。耶稣就是上帝。咱看见当时的人，因看见医治的这个神业了后，因有3种的反应。第一种就是这个妇女阿罗上帝，归荣光互上帝。第二种的反应就是，这个对敌拢感觉真见笑。见笑的意思就是，因知影家己做毋对代志啊。第三种就是周围的人，因为耶稣所做的代志，拢总欢喜。咱看见，无论这3种人，因当初的心态是安怎？当初这个妇女的心态是真无奈，接受命运的安排。这个群众是看闹热，也是这个宗教领袖是维护因的制度，因当初的心态是安尼，但是最后因拢降服伫耶稣的权柄下面。对这通知，天国的声音大有快乐，毋但会将受压制的人，互因定心，将因扭起来，互恬静的人会当出声敬拜，并且嘛伫人的内心做反省判断的工课。亲像希伯来书第4章12节所讲，上帝都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双面的剑较利，凡那魂甲神、骨节甲骨髓无插入，破开心内这念头甲主意，也无监察。咱若开心门接受，就会比金、比最好金搁较稀薄，比蜜、比芳芳、比
芳芒滴落来蜜较甜。但是咱若拒绝，咱若用敌对的心态去面对上帝道、天国的道理，就会心内刺插，感觉非常的艰苦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是天国声音的困难。咱敢有听见天国的声音呢？咱敢接受天国的声音，也是咱嘛拒绝天国的声音呢？今仔日咱看见耶稣伫安息日的医治，互咱看见律法真正的精神。耶稣嘛亲自示范，伊听咱，伊互咱迄两条上大的诫命。第一条就是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，然后就是听人亲像家己。安尼精神超越制度、超越教条，嘛互愿意接受的人。这个接受无一定是身躯方面的捆绑，甚至是咱心灵的稳固。这个人只要愿意接受，心内重担、罪责、见笑，拢总除去。兄弟姊妹，这个咱真实的故事，毋那是一个伫2000年前医治的故事，因为今仔日耶稣嘛在你讲话，哪你脱离你的病啦？有可能咱嘛亲像即个伫悲惨世界的故事内面的方婷上万强，带着过去的罪责，亏欠在活，但是恩典已经临到，你敢愿意起身？行往新的道路咧，嘛有可能你是亲像经文中间这位妇女，满满的重担，将你的心压甲无法度起身。但是耶稣看见你，耶稣出声呼召你，你敢会当因为甲主面对面，就挺身起来，定心面对挑战咧？嘛有可能你就是迄个管会堂的，你真重视规矩、外在形式。但是耶稣今仔日嘛要对你讲，无任何制度会当限制我对你的听。你敢愿意得到透放咧？无论咱是倒一款的人，希望咱拢会当谦卑领受耶稣的医治，挺身徛在活出上帝囝里应该有的尊严甲身份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借着这段医治的故事。照着主耶稣所讲的话，当你的病已经脱离。主，阮相信这句话嘛是对阮在讲的。无论阮心内的病，也是阮外在形式的病，主你拢要医治。恳求主你，互阮会当诚做尊叹律法精神的人，互阮无互这种种的传统教条所捆绑，互阮知你的听、你的医治超越一切。愿阮听见天国恩典的声音，帮助阮的生活活出上帝囝儿应该有的身份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